一本奇怪嘅茅山圖志，將主人公帶入一個難以置信嘅世界。全國寶璽嘅背後，究竟隱藏住咩巨大嘅秘密？藏客、江墓、巴山藏寶洞、港島邪雲、武陵山，究竟茅山道術係咪真係可以斬妖除魔、替天行道呢？Show FM 網絡電台首發《茅山後裔》第一季全國寶璽，原著大力金剛掌，編譯校對傑佬，播講RM，茅山詞典播講陳峰。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類同，實屬巧合。故事中人物用到嘅符咒陣法，請勿模仿，敬請注意。上次講到張國忠佢哋一行人商量咗，準備去武陵山。2日之後，4個人包咗一部皇冠出租車，開往河北省嘅興隆縣。呢部老皇冠呢，據講仲係以前國賓車隊淘汰落嚟嘅禮賓車嚟嘅，坐上去嘅感覺比張國義開嘅嗰部伏爾加舒服得多。司機係姓吳，大興人，睇個樣都好老實。傾好包一個星期嘅車先要400蚊。到咗河北興隆縣，揾到一間旅店住落之後，幾個人經旅店老闆娘嘅介紹，揾咗個向導叫李瑞雪，係個開車嘅，依家靠賣山貨為主，身材又唔高，但係好壯健，人係比較老實。聽講帶住幾個人入一轉山有200蚊賺，乾脆連山貨都唔賣，直接將大車開到旅館門口，敦促張國忠一行人快啲出發。幾個人嚟到武陵山嘅山腳，呢個武陵山呢係燕山主峰嚟，海拔2118米。嗰陣時呢仲唔係國家自然保護區，大部分嘅地區仲未開發，除咗有一啲山民上山嘅小路之外，基本上冇咩大路。上到半山腰，張國忠一手扶住棵樹，四周圍睇咗一眼。宋生啊，呢度裏邊邊有可能有廟啊？李瑞雪話：係啊，呢度呢座山啊，我喺度大嘅，都冇聽過山上有咩廟嘅。宋寬話：張掌教，你唔好心急，依家距離我哋嘅目的地仲有1日嘅山路，要落結論仲為時過早啊！睇嚟宋寬對於自己師傅嘅猜測仲係好有信心。大概又行咗2個鐘頭，一行人嚟到一片稍微平坦啲嘅石灘上邊。呢個時候天色已晚，幾個人準備喺呢度紮營啦。到咗晚上，李瑞雪有同大家講：再往前呢就係龍潭啦。我哋山裏邊人呢一般好少入去嘅，你哋要揾嗰個地方就喺龍潭裏邊，具體喺邊呢我都唔係好清楚啦。我哋要聽日好好地揾下咯。張國忠聽完都覺得有啲疑惑：李師傅啊，你確定冇從山裏邊見過廟？李瑞雪話：真係冇啊！呢度荒山嚟咯，有廟都要和尚先得嘅。我哋幾個身體都唔差咯，爬咗1日山啊，都攰啊。你話如果有和尚喺山入邊住，佢點落山啊？山入邊又冇嘢食噶。仲有啦，覺得咧嗰個圖上邊嘅地方，照我睇啊，唔係山咯，係水嚟咯。秦哥都坐埋嚟，水廟點解會響水入邊呢？李瑞雪盤腳坐低，將地圖放喺腳邊，從包入邊攞出燒餅同鹹菜，一啖一啖咁食。我冇有講咗冇廟咩？圖上嗰個地方啊，如果我冇有認錯嘅，應該係歐子嶺啦。前邊咯，聽日中午就到噶咯。你睇下地圖上邊2個道啦，從歐子嶺呢度通上去啦。呢條唔係路，係水嚟噶。第二下白龍潭嚟，呢2條道叫白龍溝，都係水咯。邊度有人將個廟收喺水入邊啊？老劉頭聽完又駁佢啦：你唔係話呢張地圖畫得唔清楚咩？你點解係咁肯定呢？李瑞雪一聽老劉頭嘅話，有啲唔開心。我就算再冇清楚都好過你哋未去過啦。我雖然依家呢冇點入山，但係我呢細個就響山入邊長大嘅咯。呢啲事我仲可以記得過。不過呢李瑞雪好似諗翻啲咩事，
老頭繼續問：咁啊，不過咩啊？呢座山裏邊有傳說鬧鬼噶咯。我有個表兄啦，細個嗰陣時啊，同埋大叔啊上山挖藥材咯，見到3個老和尚喺龍潭嗰度企住，嚇到當場啊飆尿啦。同我大叔講啊，我大叔話乜嘢都冇有見到咯，但係嗰個表兄話睇住嗰3個和尚啊同佢笑啦。後嚟我大叔都覺得邪啦，藥材都冇挖就翻來咯，都唔知道同你哋講有嗰間廟啊有冇咩關係咯。張國忠啊若有所思，和尚響湖入邊。天色啊漸漸黑咗落嚟，李瑞雪對秦哥呢個睡袋啊真係大感興趣。哎呀，呢嚿嘢啊真係太好啦，秦哥啊，你啊響邊度買噶咯？方便嘅話幫下帶個咯。秦哥話：搵到嗰個地方，我送晒嚿嘢俾你都得啦。秦哥都好痛快，反正呢嚿嘢帶翻去都麻煩。李瑞雪又話：OK 啦吓，就憑秦大哥你呢句話，我聽日冇有食飯都幫你搵到。眾人啱啱瞓着，突然間又俾龍潭裏邊一陣刺耳嘅尖叫聲搞醒咗。李瑞雪同宋寬啊反而冇乜感覺。張國忠同老劉頭、秦哥3個人聽見真係出咗一身冷汗。而家聲唔係其他，正係巴山藏寶洞裏邊聽到我嘅沒親，即係話以前有未做乾淨嘅法事，邪物又死灰復燃發出嘅聲音。秦哥即刻同睡袋裏邊爬出嚟，一掹把棍匕首。張掌教，呢個聲好似係。呢個時候宋寬見狀，就隨手執咗個石頭，四周圍望，見到四周圍一片漆黑，咩都冇。張國忠睇一睇天空，將匕首掹咗出嚟。依家係子時，點解你一嚟又冇事嘅呢？李師傅啊，山裏邊以前有冇呢種聲？呢個時候李瑞雪都已經嚇到打晒震。有咯，聽位老前輩講啦，呢啲係閻羅王吹喇叭啦。呢種聲一出咯，就係閻羅王要收人咯。實山入邊一定會死人噶咯。你都係走咯喂。張國忠一邊望住四周圍，一邊行到李瑞雪旁邊。淨有老人先知，有老人家聽過。李瑞雪係咁飲酒壯膽。唔單止老人家咯，上次我哋村裏邊有幾個人入山度採藥材咯，聽見呢把聲啊，4個人就跑咗個翻嚟咯，冇3日都成身爛死咗咯。張國忠攞個電筒出嚟，認真睇咗下地圖，發現自己離嗰條線仲有相當距離。呢個冇可能係嗰個趙明村報嘅鎮嚟，有可能係趙坤城。大家唔使驚，嗰條友冇幾多斤兩啊。其實張國忠咁講都係想同大家壯下膽，話晒趙坤城已經俾自己同老劉頭做瓜咗啦。宋寬就問：嗰啲係啲咩嚟嘅？宋寬好似見到啲咩咁，不由自主退後咗幾步，一下撞喺老劉頭身上。順住宋寬指嘅方向，幾個電筒光就照向龍潭嗰度。只見30-40米外有一個白影，電筒一照，唰一聲冇咗啦。張國忠話：嗰度裏邊好似有啲嘢，師兄啊，你喺度保護大家，我過去睇下。張國忠孭背包，向住唔遠處嘅大樹行過去。清末太平軍為亂，孤兒張小便誤入年久失修嘅前朝貴妃墓。佢遇到奇人，得到奇書，習得一套相貓變狗嘅不傳之秘，從此就被捲入滔滔歷史洪流，破解造速謎團，率領雁營大戰太平軍。每次涉險都有一隻靈貓相助。呢啲深藏不露嘅賊貓，唔通真係好似佢哋嘅主人臨終老鬼所言，可以將張小便推向一場喧天黑地嘅大富貴，亦還是背後隱藏住一場始料未及嘅大陰謀呢？Show FM 網絡電台首發賊貓，就等神馬為你哋講述呢個人貓歷險嘅故事。想唔想明白生活嘅意義啊？想唔想真正咁活着？就係一個莫名其妙嘅選擇。
令到鄭渣從此墮入一個無盡嘅恐怖世界。生化危機、異形、咒怨、猛鬼街、死神來了，一個又一個嘅恐怖世界。到底鄭渣要點先可以渡過啲重重嘅難關？SooFM 網絡電台首發《無限恐怖》第一季《生化危機》，就等我哋一齊進入呢一個無盡輪迴嘅恐怖世界入邊啦！呢棵大樹距離營地並唔係好遠，但路非常之難行。張國忠攞住電筒，好艱難咁行到大樹下邊，啱啱舉起電筒，諗住照下方向，突然間背後一陣陰風，好似有啲咩飄過咁。張國忠擰轉頭，一掹把匕首出嚟，發現咩人都冇。嫌遠嘅地方有幾個手電筒光，仲有球絲一樣照自己。記得當年師傅同自己講過，荒山冇燈火，行人自長燈，燈燃無記處，燈熄莫再行。意思即係話，荒山野嶺並唔係好似城鎮咁，而人喺荒山之中本身就係一盞燈。所謂人生三盞燈，左右膊頭嗰一盞，頭頂一盞。如果人喺漆黑嘅山路之中猛然回頭嘅話，唔理從邊個方向擰轉頭，左右膊頭嘅燈都會相應熄滅嘅。咁樣人體嘅陽氣就會減弱，尤其係子時嘅時候，有燈嘅時候可以肆無忌憚咁趕路，而燈熄滅之後就唔好再行。諗到呢度，張國忠心入邊猜測咗一個大概嘅結論：呢啲似有似無嘅惡鬼，似乎係當年老趙家部落嘅障眼法，而真正嘅目的顯然係想令到人自己整熄身上嘅燈，俾鬼上身係事小，而更容易中降先係真。爬上樹之後，張國忠發現一個唔大唔細嘅樹窿，用電筒一照，黑麻麻咩都睇唔到。張國忠伸手入樹洞一摸，感覺硬邦邦咁一個球形嘅嘢，再往下摸落去，心裏邊突然間一驚，圓弧嘅下面係兩個窿，跟住就一排鋸齒狀，明明係個人頭骨嚟。張國忠用兩個指頭勾住兩個窿，用力向外一扯，只聽見樹洞中啪一聲，一個頭骨就被掹咗出嚟，卡喺樹洞口。打開電筒，張國忠攞出個羅盤，發現羅盤嘅指針呢，不時咁輕微咁喺度抖動，好似唔係好犀利嘅嘢啫。照住羅盤所指嘅方向，張國忠又行到咗差唔多100米外嘅另外一棵樹嘅下邊，係咁以畫咗兩三下，又喺樹下邊畫到咗一個人骨，埋得係好淺下嘅，就係表面蓋咗一層土咁上下嘅啫。張國忠心諗：呢個莫非係18銘釘？張國忠繼續用匕首喺地下邊大概咁描繪咗下附近嘅地勢，發現呢個龍潭外邊嘅空間係相當狹窄，越向深處走，兩邊嘅山壁就越嚟越開闊，應該係一個漏斗形嘅地勢。而呢個漏斗口呢，就正對住自己露營嘅石崖。按照茅山術嘅講法，石崖所處嘅地方就係虎口啦，就係朝頭早嘅陽氣同夜間嘅陰氣嘅集中地。張國忠翻返營地，同老劉頭講：師兄啊，各位啊，聽日暫時唔好入龍潭。之後就用蒙石粉響營地外邊擺起咗一個巨大嘅尖頭，呢個尖頭叫分陰擊。張國忠就話啦：我哋今晚就喺呢度，唔好出去啦，都唔好瞓覺。秦哥啊奇怪啦，佢就問：張長教，點解呢？唔通嗰個姓趙嘅喺度布咗啲咩機關？張國忠就話：呢度有啲古怪，我懷疑係布咗18銘釘。依家我同宋專家嘅燈都破咗啦，入龍潭嘅話，一旦我哋觸發某種機關，就好容易中降。宋寬聽完張國忠嘅話都驚魂未定。當年隨住中日尼亞聯合登山隊去登珠穆朗瑪峰嘅時候，都曾經見到過一啲科學冇辦法解釋嘅超自然現象，
冇諗到依家喺內地都有啲咁嘅嘢。之後老劉頭仲同大家解釋咗咩係18銘釘。聽完老劉頭嘅解釋之後，宋寬呢個學者對呢啲聞所未聞嘅嘢顯然好感興趣。宋寬話：啊，劉前輩果然博學啊！咁張掌教所講嘅燈滅又係咩意思呢？張國忠又將人有三燈嘅前因後果講咗一次。宋寬面上啲汗滴晒落嚟。宋寬就話：咁照你咁講話，如果中咗法術會有咩後果？張國忠就話：就好似頭先李師傅所講嘅，4個人入去得翻一個出嚟，出得翻嚟嘅嗰個3日後都會全身潰爛而死。張國忠呢個時候已經擺好咗分音機，諗住揾李瑞雪問下嗰個腐爛死嘅人當時係咩狀況，好推斷一下用嘅係咩鋼，研究下作戰嘅策略。但係當自己翻營地之後，發現有啲唔妥啦。張國忠喺度叫一聲：李師傅，李師傅你喺邊啊？佢發現李瑞雪依家並唔響營地，在座幾個人都覺得唔係好妥，紛紛攞起電筒四圍照，見到到處亂七八糟嘅石頭同植被，順住幾個人上嚟嘅小路照落去，電筒光嘅範圍內都唔見人影。張國忠話：奇怪咯，頭先仲喺度噶，去咗邊啊？幾個人喺空曠嘅山谷之中叫咗幾聲，周圍一啲動靜都冇。老劉頭用電筒照住山溝裏邊話：會唔會嗰條友驚得滯啊，自己走咗佬啊？張國忠話：冇可能嘅，呢度人多，再驚都唔會自己一個人走佬。我去周圍揾下，大家嗰個圈入邊千祈唔好出嚟啊！講完，張國忠就諗住順住上嚟嘅小道向下揾，只聽見龍潭嘅深處又嚟一聲刺耳嘅微親，跟住就係老劉頭嘅叫聲。點知聽到咗個角字之後就冇咗出聲，跟住一片死寂。等張國忠翻轉頭，發現連營地嘅電筒都冇買。張國忠即刻翻轉頭，就喺個時候突然間覺得自己嘅腳俾一對手砰一下咁扯住。張國忠下頭啊咗一聲，右手掹出匕首，擰轉身一睇，原來係李瑞雪。李瑞雪把聲好細咁叫：噓，細聲啲啦。跟住就趴喺草坑嗰度猛咁打手勢，使張國忠趴低。張國忠睇住佢：李師傅，你點解喺度噶？佢睇一睇李瑞雪對眼，唔似係俾嘢上身。張大哥，唔好過去啦，閻王爺喺嗰邊啊，我哋快啲走啦！李瑞雪個樣嚇到就嚟喊。李瑞雪話：閻羅王吹喇叭收人啦，再冇走啊，死喺嗰度噶啦！頭先我見到閻王爺嘅馬車隊，嚇死我啦，我就快走唔到咯。張國忠關電筒，慢慢咁爬喺李瑞雪身邊。李師傅，你咩馬車啊？你見到啲乜嘢啊？李瑞雪話：你哋嗰邊咯，講嘢嘅時候咯，我就見到嗰個好偏僻嘅地方咯，諗住方便咯。點知啊，見到旁邊嗰個大石頭後邊一大排嗰啲咁個吊死鬼咯，嚇死捱啦！之後我一頭碌咗落嚟，當時我個嘴嚇到話都講唔出嚟，本來仲以為自己死梗啦，點知未死得，真係嚇死我咯！李瑞雪嚇到講嘢都甩甩咳咳。張國忠將張活符遞俾李瑞雪：你喺度唔好喐啊，揸住張嘢，如果張嘢飆煙，你係叫我，叫你，俾閻王爺聽到點算啊？張國忠話：閻王爺要揾你，仲使你去叫佢咩？張國忠掹出匕首，開始小心翼翼咁向上爬。正喺呢個時候，張國忠耳仔邊突然間傳嚟隱隱約約嘅歌聲，啲聲音時高時低，好似喺度和尚念經咁。但認真一聽又唔似，亂七八糟，唔知唱啲咩，雞皮都起晒。而且越往上爬就越聽得清楚。就喺張國忠原地企住，諗住認真聽下啲聲到底喺邊度出嚟嘅時候，突然間覺得自己嘅腳又俾一隻手捉住。張國忠擰轉身，塊面都嚇到青晒。見到電筒照住之下，背後企住一隻嘢，
呢隻嘢最多有1米咁高，輪廓啊似個人，但係咧淨得上半身嘅啫，有手啊冇腳嘅，成個上半身包住厚厚嘅爛葉，仲有部分骨頭響樹葉當中露出嚟，簡直係一具響地下裏邊爬出嚟嘅死屍咁。頭先嘅歌聲應該就係呢隻嘢發出嚟。張國忠電筒一照，歌聲就停咗。只見呢隻嘢用手捉住張國忠隻腳，成身上下突然間不停咁喐，佢身上嗰啲爛葉都開始嘩啦嘩啦咁響起身。張國忠掹出匕首，插一刀就將捉住自己腳嗰隻手斬斷，之後反手一刀，直衝住嗰條嘢條頸嘅一刀。覺得匕首好似切豆腐咁，根本就冇阻力。對面嗰隻嘢嘅頭一下斬落嚟，順住小路向山下碌落去，剩低嘅只有一個布滿樹葉嘅身軀。張國忠奇怪，點解山入邊會有地魔嘅呢？張國忠望住對面隻嘢冇咩動作，之後飛身一腳將呢個冇頭嘅身體踢飛成丈遠。張國忠突然間發現地下上邊有幾件黑麻麻嘅嘢，低頭執起身一睇，係佛珠嚟嘅。顯然頭先用匕首斬嗰個魔嘅頭嘅時候跌，再用電筒認真一照，其他地方仲有，原來係個和尚。眼前呢隻地魔顯然係和尚嘅屍體變。部18銘釘需要銅子，嗰隻地魔係和尚嘅身體嚟。原來係咁，張國忠恍然大悟，心入邊一陣興奮。當初呢個趙明川肯定係假借建寺廟嘅名義，將一群和尚呃上山，跟住殺晒佢，並且咧就將佢哋做成咗保護藏寶地嘅18銘釘。所以講，山上根本就冇可能有咩廟，張圖上面標記嘅廟，好可能就係收埋全國玉璽嘅地方。雖然話任何古籍之中都冇記載18銘釘嘅破法，但大自然好似係已經將呢個破陣分成2份。當年害死和尚嘅時候，趙明川好可能將和尚嘅屍體都埋響樹下邊，或者其他聚陰嘅地方。但後嚟經歷咗100年嘅歲月，當屍體身邊嘅一啲樹葉可能已經將當初埋葬陰位嘅屍骨包裹喺樹洞裏邊。而家和尚嘅地魔嘅出現，證明咗又一墨眼被破。睇嚟呢個趙明川嘅手段比個老祖宗趙三家差得太遠，差咗幾廿年啫。18銘釘啊得翻16個，如果呢啲剩低嘅16個墨眼，仲有幾個唔係童子嘅花和尚，咁呢個所謂嘅18銘釘啊冇咩威力嘅啦。諗到呢一度，張國忠揸住匕首，3步2步咁就行到營地外邊嘅石岩度啦。當張國忠行到石岩嗰度，發現老劉頭、秦哥同埋宋寬3個人4腳朝天咁瞓喺度，兩眼圓瞪，眼裏邊不停咁流住黑水，都唔知係血定其他嘢嚟。好啦，咁究竟佢哋3個人會有咩事呢？我哋下次再講。茅山字典。今日我哋要講下故事中所提到嘅18銘釘。18銘釘係從眾國教嘅18脈演化而嚟嘅，係古代眾國教嘅藏地陣法之中有一種不成文嘅山葬陣法，叫做18脈，係一種以猴子、猩猩等靈獸為祭品嘅陣法，喺盛行開山為靈嘅唐代十分流行。其原理呢係以異術為主，機關為輔。異術入侵闖靈者之身，機關守護靈國之故。同斬龍陣一樣，成個18脈會分成18個脈眼，一同守護墓主安寧。但係呢種以動物為主嘅葬墓陣法，最大嘅缺點呢就係有效期短，多則8年，少則10幾年就會失效嘅。然而喺當時布斬龍陣所需嘅巨大花費，並非每位官員都可以承受嘅，所以呢種成本低廉嘅18脈喺中低級官員同一啲有少少實力嘅地方貴族當中
係非常受歡迎嘅。然而呢種陣法同斬龍陣一樣，並無定數，細到鼠犬，大到虎豹，甚至係生人都可以成為墨眼。所以到咗唐朝嘅後期，有一啲見利忘義嘅道人，乾脆咧就開始嘗試用童子嚟代替靈獸，以此嚟加強陣法嘅威力，並且係延長有效期。用童子布嘅18墨就係所謂嘅18銘釘。由於呢一種做法有違天道啊，所以自18銘釘誕生之日起，就被中國歷代掌教所明令禁止使用，甚至連18墨都被一齊禁止買。所以呢種陣法喺眾國真言中係未有正式記載嘅。但係喺利益嘅驅使底下，仍然有一啲叛教者喺民間以此陣法造冒見寵，並私下將呢一種咁冇陰功嘅陣法記錄成冊，代代相傳。我哋再講下故事中嘅分陰擊。如果人喺煞氣或者係陰氣集中嘅地方停留耐咗，人就容易受其影響，輕則產生幻覺，重則喪失理智。而分陰擊嘅作用就係分流呢一啲陰氣或者係煞氣，最大程度咁避免陰氣或者煞氣對人體產生影響。我哋再講下故事中所提到嘅地魔。地魔係一種喺農村流傳好講嘅妖怪，傳說係只有1米高嘅小人，全身潰爛，識得唱歌。如果有人聽見地魔嘅歌聲，擰翻轉頭，輕則大病一場，重則一命嗚呼。但係實際上地魔係一種特殊環境下形成嘅怨屍，而且必須有牲畜借此怨體修仙先至可以成形嘅。真正嘅地魔只靠之氣傷人，如果只係聽見佢嘅歌聲嘅話，對人嘅身體係唔會產生傷害嘅。按照茅山術嘅理論，地魔嘅出現需要好特殊，或者講係好巧合嘅條件先至可以嘅。首先呢，死者必須係死於生人之手；其次呢，死者屍身必須係埋響陰氣極重嘅地方，例如係聚陰池。喺呢種地方呢，死者嘅怨氣唔能夠發散，亦就係唔可以再次投胎啦。再其次呢，死者嘅屍身必須係死後被受到破壞，從而造成咗怨氣加重，例如山體滑坡啊、植物根莖生長等等嘅原因所造成嘅屍身破壞。最後，埋葬屍體嘅地方附近仲要有修仙嘅畜生借此怨體，咁樣先至可以形成地魔嘅。最後呢，我哋再講下故事中所提到嘅敲門磚。敲門磚係古代殯葬法嘅一種戒則。喺古代，相當一部分嘅夫妻不能同宗，從而誕生咗複雜嘅墓局中嘅敲門磚，就係先卒入殿，後卒續緣嘅鎖匙啦。自漢代開始一啲貴族官宦階級往往響生前就已經為自己起好咗墳墓嘅，而且設置咗好複雜嘅墓葬陣法，或者係防盜嘅墓局。如果自己死咗而妻妾未死，就會俾生前寵愛嘅妻妾一塊敲門磚，以此等嗰啲妻妾能夠死咗之後，能夠順利咁同自己合葬，而唔會觸動墓局嘅陣法。換句話講呢種所謂嘅敲門磚，其實就係嗰啲複雜陣法嘅後門啊。